亲啊，咱继续要甲咱的镜头刷到南投，这个卡努风台的外围环流，甲南投县仁爱乡上一个是俊佳力。南丰村即庄有袂少厝，互土石流吞去，居民方安排伫个活动中心，但是物资欠缺，真需要后送救援。罗山的温泉区目前还阁有袂少游客掉伫个内底，有水但是无电。塔罗湾溪继续来中大水，救援人员决定用有锁接力的方式，甲人救出来。这救援队透过空拍机来翕这个灾区，看到道路断路、地基流失，土石流甲加油站抬起来，互人看到是心惊胆吓。规景点去互土石流淹过，为后壁一路淹来到头前的空地，边仔加油站嘛是同款的运命，去互大量的土石包围，敢若剩一个厝顶。这是南投仁爱乡的南丰村，原本好山好水，却因为一场大雨，全部变样。逆行驶入道路嘛，逃袂过土石流，大片的土石为山顶冲落来，直接冲向路面，冲破挡土的壁堵。土石流将山坡切出一条长长的深沟，道路断去，怪树伫边仔冒险清路。塔罗湾的溪水中大水，南参着大量的绿光麦仔甲土石的溪水冲入罗山温泉区道路，路无啊，敢若村川流的溪水流入温泉区，而且佫拖到两边的饭店大厅。较早伫山谷之中，类似是世外桃源的罗山温泉，即卖已经是残破景象。大雨严重损害到南投仁爱乡罗山温泉区内底，阁有780个游客无法度出来。虽然已经有送物资入面，也毋过溪水中大水，土石流随时可能会搁再来。救援人员组队救人，冒险伫原本是道路，即卖已经变成是串流溪水的两边未游出锁啊，将人用接力的方式一个接一个甲救出来。救援人员徛伫溪水之中，水已经淹到因的腰，敢若会当将锁啊掠好严，才会当避免去互大水冲走。另外一边，南丰村土石流毁掉村民的厝，因必须爱带着厝内的人逃难。也有一个老母抱着2个月大的红婴仔，赶紧逃命。所以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。囡仔是困甲面擦擦，唔知影伊的厝已经互毁掉。爸母就伫身躯边，也过敢若炸2罐的牛奶粉，关到真紧就淋了。物资一些衣服、裤子，小朋友的，就是国中啊，这个是国小，因为他们出来都就只有穿一套。真侪村民做伙红安搭伫咧活动中心，物资有限，大家拢希望路会当赶紧疏通，好救援队甲物资会用的赶紧到位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